38地產 Kenneth，今日嚟到長沙灣嘅耀輝大廈睇一個兩房單位，面積係229尺。想體驗一站式購物娛樂？請訂閱 Six7 直播。想喺九龍西區揾上車盤嘅你，一定唔可以錯過38地產嘅頻道。鍾意睇試食同埋自我提升嘅影片，就要黐實一路升呢啦。想同深水埗嘅街坊互動，請加入深水埗關注組。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哋創作嘅原動力，期待喺線上線下同你見面。長沙灣嘅耀輝大廈係位於澤輝街8號，係1989年入伙嘅。轉返左手邊，去返長沙灣地鐵站，大概6分鐘。樓高係8尺10寸。橫放木紋嘅複合地板，成個單位咧係冇走廊位嘅，好實用啦，好方正。擺電視啊、梳化咧要擺啲心思啊。我建議咧喺呢一個位咧就擺梳化啦。呢幅牆咧好細幅牆咧就掛個電視機，又唔可以太大啦。因為咧就咁樣。正中咧對住個洗手間廚房門咧就好難擺電視嘅，唯有頭先個方法咧就最正宗嘅。呢一個位咧可以擺鞋櫃啦。成個單位咧就感覺好光猛啊！而家廚房咧好方正嘅。呢一個咧就可以係洗衣機啦，或者係擺呢個係雪櫃啦。洗衣機可能會啱啲嘅，因為嗰個洗手盆底咧冇遇到個位啊，擺嗰個彈仔嘅。有煤氣啦。廚房望出去都即係幾開揚喎，望到個山景啦，明愛醫院咁樣。客廳個窗咧就望到呢個明愛醫院嘅其中一個大樓啦，望返荔枝角方向。洗手間咧就呢個巴士門啦。旁邊咧有個細嘅洗手盆，有少少側身入去咯。煤氣嘅熱水爐，乾濕分離。呢一個面積嚟講都好少見㗎啦，兩房仲要。兩間房咧就成一個眼鏡房嘅擺位。左手邊呢間房咧細啲嘅，只可以擺單人床，兩邊窗。呢間房大啲嘅，可以擺到雙人床，4、6尺床啦。側邊呢個窗咧有個晾衫架可以晾衫，望返馬騮山嘅景觀啊！好啦，我哋睇到呢度，下條片再見。